之忘情戏剧演员来比赛，到底啥人的连水花较厉害？甲第一季比起来，就好看，佮就好笑的。安尼哦，我今仔日来去台蛇哦，我退出这个演艺界。水。哦，啊，平常时因若表演了，恁拢会创啥物？我有三个人爱注意哦。啊，物件吼好用就买遮多哦，所以伊某一届就带4个啦。查某更甲物件招牌，你嘛有哦？嘿，爱的注意，爱的注意，来，提铃铃，提铃铃。我迄阵哦，从我咧日团哦，从我咧偷来暗记做3季，不啦。我就讲，嗨，啊你介意啥物？啊比起连水花，我较介意你。我根本就是有新闻耽误的歌手，这样甲你讲的，这样甲你讲的，这侪人拢安尼讲，点去。